中华县南北馆音乐戏剧馆举办台语文化体验日，邀请今年团嘅金曲奖、评审奖得奖团体，共兴过掌中剧团搬趣味嘅布袋戏出。演出内容加入台语嘅俗谚笑话，互民众哪看布袋戏，哪学台语嘅智慧。狗爬落去，树骹去弄着狗，狗嘛走，狗嘛走，唔知狗惊狗，还是狗惊狗。用搬喙音来表现台语的声调变化，这是伫今年团艺金曲奖摕到评审奖的广兴国掌中剧团带来的台湾趣味布袋戏演出，请袂少家长带囡仔来看戏。像我布袋戏较少看，拄有这个机会，所以带囡仔来去看卖安尼，还接受这传统的表演安尼。有台语的课有课，所以就出来参观看卖，看对台语。加一寡台语的兴趣。中华县南北馆音乐戏剧馆举办台语文化体验日活动，邀请广兴国掌中剧团演出，用台湾金光布袋戏来改编，加入台语教学的内容，希望互囡仔人理解日常当中的台语用法。阮拢希望讲用阮的戏。互咱的观众朋友伫日常当中用会到的台语摕来用，所以阮即届戏内底大部分用的拢是咱日常生活，比如讲12月洗汤真病，1+2个蒙拉减洗裤等等即种台语文。林凤宪团长表示，布袋戏演出有真侪一曲仔话，有美彩，希望民众透过趣味演出，伫娱乐当中来学习认捌台语的智慧甲奥妙。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